大家好，咱今仔日台语文课程的主题要来讲台文汉字啦。其实真侪人拢有即个问题，会感觉讲，拄开始要学台文的时阵，就感觉台文的汉字足困难的，讲台文的汉字我看无，到底这是啥物状况啦？咱先来看一个新闻的报道。这是去年的啦，2023年5月初3华视新闻啊，我是伫网络顶查到。其实这毋那即条啦，每一站啊，拢会有差不多的即种新闻报出来。啊，即条新闻是咧讲，国小的月考啦，讲闽南语演讲啊，发音啊，台湾文字，互家长拢笑去啊，可能是真侪家长因讲台语是加减啊会晓，啊，毋过因要看台文的时阵，就感觉足痛苦的，拢看无啦。啊，这新闻内底是咧讲，闽南语啦、客语即寡母语，即马是中学啦、小学的必修。啊，必须当然你着爱这语言的文字。啊，有人就会讲，这竟然考试爱考用台语自我介绍啊，啊，佮讲以下的文字根本都看无，所以就爱伊甲囡仔爱用注音符号来拼音才读会出来啦。啊，对因袂晓台语的家长来讲是真困扰。咱先来看后壁一寡解说啊，到上尾咱会来搁想看卖即条新闻到底互咱有啥物启示？其实真侪台文汉字啊，咱无啥熟，像讲即页咱看到的即寡汉字啊，即页内底大部分的台文汉字拢是干那用伫台语内底，就是意思就是讲。咱平常时自细汉到大汉，虽然讲有迄种国语课、国文课足久的，迄是咧中国语的，嘛会当讲华语的汉字。啊，毋过伫华语的汉字内底啊，较袂用着即寡字，有诶字可能嘛小可会用着，啊，毋过袂常用，所以咱对即寡字足无熟诶。啊，像讲这公、囝、歹、野、下、米、米、水、酒、杀、大、小、乌，这就是爱咱去台文的时阵才会看到。到底这台文汉字的道理是啥物？咱以前啊咧就是国语课、国文课的时阵，拢有讲啊，华语汉字啊、中国语汉字有6种造字的原理，就是即个字出来有几个原理，像讲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，像讲安尼。啊，台文汉字其实这当然嘛是有，但是佫有一寡无共款，因为有一寡台文汉字是较近代才甲即个字刻来做台文汉字的，所以咱会当大概啦，甲伊分做4类。第一种就是伊是本字，本字的意思是啥物？本字的意思就是讲即个字、即个词本底就是汉字词，汉字词的意思就是讲伫一寡汉语内底，像讲台语啊、客语啊、即卖中国语啊、广东语啊、吴语啊，即寡语内底拢有差不多的词、差不多的字。啊，即寡词找着伊的祖先是啥物？可能是真正是伫汉语内底。那伊的音啊、字拢找着汉语来源，这就叫做本字。搁来第2类就是叫做混读。混读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取伊的字不取字音，嘛会当就是伫这律书内底叫做转注啦。转注的意思就是讲，即个字啊，伊的意义是安尼，啊，毋过伊原本的读音毋是安尼，但是因为台语内底有一个字，虽然我毋知影伊的本字是啥物，啊，毋过伊意思是安尼，但是伊的读音甲伊的本字无共款。但是我着规定讲，即个字就是爱读做即个音，这就是叫做混读。啊，搁来一个是照音，照音是取字音不取字字，伊的意思就是甲华语律书内底假借是共款的。这意思是啥？就是讲
就讲我嘛是安尼，嘛是这嘛到底是啥？唔知，但是我就用一个是这个音的字，就规定讲伊伫这个时阵就是放入去这个所在，所以伊的音是安尼，啊伊的意义是啥？原本本字的意义是啥？无重要，这就叫做照音。啊，过来就是造字，就是有诶大部分汉字啊，可能伊原本即个音是无一个汉字诶，但是我就专门为着即个音做一个新诶汉字，这就是造字。咱来看后壁，第一就是本字，本字就是本底就是汉语词，音字拢找着汉语来源诶，像讲第一个字滴是啥？伫用语内底就是筷子嘛，啊滴当然。这个字你若是用中国来讲，就是煮嘛。咱伫真济文言文内底嘛有看会讲，古早的时代，伊嘛会用这个字，啊，毋过即马就互筷子这个字取代啊，较无咧用啊。毋过伫台语内底还佫留这个字这个音落来，所以是找着汉语来源的。共款呢，还佫有像讲衫啊、行走，尤其是行甲走，即马。中语内底就是咱讲咱走这个字，华语讲走变做是行，但是其实古早以前走其实就是走的意思，就是用走来安尼行走，穿鞋腰体鼎，像讲这拢是鼎，就是古早时代咧煮物件的鞋啊。就叫做鼎啊，即马台语较有咧讲鼎，华语内底较无咧讲鼎，拢讲锅子，这就是后来才出来的词。过来是混吐，混吐是啥？混吐就是出自字不出自音，就是专属的意思。这就是原本这个字有一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这种意思，啊，毋过伊的音，伊本地音毋是安尼，啊，毋过台语有一个音。是即个意思，啊，无即个字，咱就规定即个汉字就是爱安尼读。啊，像讲啥物？像讲A 我 A 你 A， 伊本地应该爱读做着，目的的着。其实这伫华语内底嘛是共款哦，我的、你的，即个的，其实这嘛是混读，伊原本是目的的的，未读做的，这嘛是规定的，所以伫华语内底是共款的。如果花读做会啊，人读做人啊，人可能原本无汉字，伫台语古早就安尼讲啊，就讲人，啊，毋过咧摕人即个字啊，规定伊爱读做人，这就是混吐。田甲田啊，虽然意思是共款，啊，毋过可能原本即个字无汉字，咱就规定讲，田即个字，伊的混吐就读做田，因为田就是咧讲即个物件，像讲肉甲肉，肉甲肉，酒甲刀。财甲食，木甲卖，玉甲卖，象甲压，像讲安尼。过来就是照音，照音就是出字音不出字字，就是假照的意思，就是照即个字的音来做一寡路用，啊，毋过伊是啥物意思都无重要啊。像讲你嘛是，我嘛是即个嘛，啊个水甲袂顶袂当好，这个甲啊，搁有啥物的个，食甲遐啊，安尼啊，佚佗啊，某啊，水某的某啊，恁是啥人的恁啊，这拢是出伊的字音名。过来就是造字，造字就是这个字可能本地真正是无汉字的，嘛可能是外来语，啊，毋过我着家己做一个汉字互伊，像讲胖，胖是啥物？胖这个字是为日语来的，啊，所以本地是无汉字的啊，啊，毋过我着想要做一个汉字互伊啊，敢袂使？会使啊，所以我着用伊的意思甲声音，其实这嘛是一个就是面包，麦啊，伊是麦啊做的，所以伊边仔是麦，啊，搁一个包，那像面包安尼，所以就做一个汉字，因啊、你啊、我啊、因的即个因啊，懒觉的懒啊，爬树仔的爬啊，落骹的落，足牛的牛，这嘛是一种形声字，就是伊顶悬是
伊个音下骹是伊个意思，就讲嗅来嗅去的嗅，足水足歹的歹，啉水的啉，其实这嘛是形成是因为是用喙来啉，伊边仔就是啉，所以就是专门为着台语新造的汉字。好，再来一个概念就是讲汉字。写汉字毋是写中文，中文有汉字，毋过其他的语言嘛会使有汉字。大家上知影就是日语，日语写做日文，日文内底有汉字，毋过你写日文汉字的时阵，无人会讲，你是咧写中文啊？你为虾米要写中文？你是日语为虾米要写中文？因为这就是日文的汉字，有一寡日文的汉字，伊就是干那用伫日文内底，伫一般的中文是袂用的。所以伊其实嘛无中文，也是讲中语的音，像讲咱先看日文的即个部分啊，第一个字，即个字就是日文可能是读做线，其实就是线体的意思啦。只是即个伫台语内底，即马嘛有咧用即个字，伫中文内底即马嘛有咧用即个字，毋过伊头起先是为日语来的，是日文先创造出来即个字，咱才甲伊摕过来用的，所以伊到底像讲伊的台语是读做啥，伊的中语是读做啥，这拢是为日语来的，所以有人读做线，有人读做伞，有人读做泉，拢有人读。个下骹嘛有一寡敢若用伫日语的汉字，其他语言嘛有像讲上倒边客语的汉字、客文汉字，有一寡字像这爱啊。机啊，这敢若用伫客语，台语嘛袂用，这就是客文汉字。广东话，你看香港人咧拍一寡字啊，有当时咱嘛看无，就是因为用足侪敢若用伫广东语的字，这嘛是汉字，但是伫中文袂用，伫广东文就会用。以前韩文嘛有家己汉字，越南以前嘛有用过汉字的时阵，叫做南字，因嘛有用过汉字，琉球。进前嘛有用过汉字，当然即马就较无咧用啊，拢用拼音的文字。共款的意思就是讲罗马字嘛叫做拉丁字母啊，是讲拉丁字，甲英文嘛是无共款的。真侪人会看会讲，你台文的拼音有用到罗马字，有人就会讲，你为虾米爱用英文来写台语？这是毋对的，因为伊是敢若是用到罗马字母尔。其实共款的概念就是我英文，当然英文大家上少，因为大家拢会读英文，拢会读英语，所以会学到英文的字母，伊是用到罗马字母、拉丁字母，但是共款即种字母，即类的字母，嘛会当用伫其他的语言，台文、客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荷兰文、西班牙文、芬兰文。拢有用到即寡拉丁字母，当然伊会做一寡改变，像讲因伫顶悬会写一寡符号，代表讲像讲有诶音较重，有诶音较轻啊，有诶音是长诶啊，还是发做无共款音，这拢会做一寡改变，所以每一种用拉丁字母诶文，因诶字母嘛无啥共款，因字母诶数量嘛无啥共款。共款咯，咱拢会用到汉字，毋过咧用汉字的时阵，有当时意思嘛，无一定是共款的哦。像讲压杂，但伊种压杂就是讲心情郁卒足烦的。毋过伫中文内底，你讲这压杂即两个字，你用中文读的是龌龊，意思就无共款，就是无清气的意思，就垃圾的。可能是心理的垃圾，可能是安尼。第二个就是侥幸啊，侥幸伫台文内底、台语内底是讲做可怜啊、不义啊。如果你若读做侥幸伫中文内底就是做幸运的意思，完完全全无共款。走路伫台语是倒走去的意思。毋过伫中文内底走路就是行路，完全无迄种倒走的意思。伫台文昨日就是2工进前。但是中文昨日就是一工进前，一个是2工前，一个是一工前，完全无共。伫台文内底手指是讲弄伫镜头顶悬的一个环，一个装塔物啊，一个看水的物件。但是中文手指就是
就是镜头啊，这我无解着，应该是讲镜头的意思。好，垃圾伫台文内底是一种形容就太高的意思。毋过伫中文内底，垃圾就是垃圾本身。毋过台文你讲垃圾，你爱讲垃圾，但这是垃圾，所以这共汉字嘛是无共意思。好，有人讲啊，台语啊，你为虾米爱用中文字写？台语用中文字写，你就是中文的一部分啊。毋过若是照这个理路来讲，日语嘛是有用汉字啊，敢会当讲日语嘛是中文的一部分？应该无人会同意。共款的理路，若是讲法语有用拉丁字母，安尼伊敢就是英语的一部分？当然这嘛无可能。你问法国人讲你用拉丁字母，你为虾米毋是英文？伊会感觉你取笑你，哪会无这种问题？所以用汉字的语言，汉字毋是中文字，这两个是无共款的，就是中文有用汉字，台文嘛会当用汉字，日文嘛会当用汉字。其他无共款的语言，像讲英文有用罗马字，阮台文嘛会当用罗马字啊，无共款的文拢会当用罗马字，拢会当用汉字。你真正若是以前英语啊，伊毋是用拉丁字母，像我即马越南语即马是用拉丁字母，毋过伊以前嘛有一阵嘛，伊是用汉字来写的，所以一个语言伊会当用汉字写，伊嘛会当用罗马字来写，拢会使。好，有人会讲啊，即个汉字啊，台文汉字啊，拢是古早无的，为台语硬创造出来。好，即句话要安怎解释呢？第一就是讲实在啊，大部分的中文汉字嘛拢是创造出来，啥物语言毋是创造出来？应该讲啥物语言的写法，伊的文毋是创造出来，全部拢是所有的语言，即个世界所有的语言拢是先用讲的，用讲了后。才会当甲伊写落来，所以所有的写法拢是创造出来，是时间长短尔，时间长可能1000年、2000年，短几百年的时间。就种有的语言可能伊的写法是足新的，可能才10年、20年嘛是有可能，毋过这就是伊的文，毋管伊的时间长短，伊就是伊的文。但是看伊是用汉字，还是伊是用拉丁字母。大部分台文的汉字的历史，拢至少有几百年以上，因为真侪词，伊就是汉语词，伊有本字的。伊嘛有一寡俗字，伊是无统一。毋过你看清朝时代、日本时代，伫台湾有真侪册，伊嘛是咧写台语的，因为迄阵的人，伊大部分拢是讲台语，所以写嘛是用台语咧写。迄阵拢有用汉字，嘛有用罗马字。这罗马字大部分是教会内底，毋过嘛有人出册。这册拢是咧写台语，这文字是为着语言来服务的。过来就是，其实所有的汉字啊，嘛拢是创造出来。你看历史内底，象形、指示、会意，这三个你会当讲，这是自然演变出来。毋过你讲形声字，大部分汉字拢是啥物字？拢是形声字。形声字就是创造，因为伊一边是意义，一边是声音，所以这绝对就是先有一个声音。我为着这个声音甲伊的意思去调工创造一个汉字来代表这个意思。咱就想看卖啊，其实真侪汉字就是敢若用伫一个时阵，像讲咱讲葡萄这两个汉字，你除了用伫葡萄，敢会搁用伫其他的所在，绝对是袂。所以这就是先有这个词，先有这个声音，才为着这个物件特别去创造出来的。而且葡萄这个物件，敢是本地就伫即卖中原地区，毋是这是为外口过来的，所以先有这个词应该嘛是别的民族，毋是即卖所谓的汉人民族的词，伊是外国过来，这嘛是外来语。外来语入来以后，伊为着要写做汉字，所以创造这两个汉字，为着这个声音来服务。所以所有的形声字拢是为着声音特别创造出来。咱即摆就算讲，佮创造新的汉字，敢会使嘛？是会使啊。你即摆创造一个新的汉字，大家会用过100年、200年，若是学校有教，大家拢会感觉真自然的。哪像葡萄这两个字，你
拄创造出来的时阵，大家袂惯势，感觉这两个词足碍拗的，足奇怪，你为什么创造这两个足奇怪、足困难的汉字？啊，毋过你大家写惯势以后，就袂感觉困难啊。啊，现代中文其实嘛袂少近代才创造的字哦，像讲真侪化学元素，像讲碳啊、几寸啊、几笑啊、几厘，啊个像讲啥物胸啊，这秘鲁的秘，应该讲这是应该讲华丽个咧啤酒的啤啊、磷啊、用啊，这拢是为着我要写一寡科学符号，所以才创造出来是讲一寡现代单位，像讲几寸几笑啊。毋过咱嘛会当为另外一边来想，就是讲伊若本地毋是汉语词，伊无汉字本字的词，敢真正需要写汉字？你会当干那写记录伊的声音嘛？我着用罗马字写着，我其实无一定爱写一个汉字，这就是无共款的想法，无共款的观念。好，有人会想讲大部分汉字足奇怪，真歹记，真歹写。但是咱看下骹这拢是华语汉字会写的字哦，这有几个字你读会出来的？我大部分全部拢读袂出来。啊，第三抓就是讲一寡成语啊，什么沆瀣一气啊，魑魅魍魉，振聋发聩，壮士眼睛，这有的意思你看到嘛？无一定知影有的字嘛，足困难的。啊，华语汉字敢袂奇怪，敢袂歹记，敢袂歹写，袂真正嘛是共款啊。伊有困难的字，有简单的字。啊，毋过哪会无人会出来嗨一个讲啊，这华语汉字足歹写，这拢是政府咧乌白母，哪会写即种歹记的字，互大家足困扰的。大家就会甲这一口气吞落，都讲啊，这就是课本安尼教。正确字是安尼写，所以咱就爱甲伊记起来。中文汉字敢有较好记、较好写？其实无啊。啊，个真侪人会问讲，即个汉字的中语要安怎念？其实种语文的汉字，就是为着迄种语文咧服务的，像讲台湾汉字，就是为台语咧服务；日文的汉字，就是为着日语咧服务。所以即个字的中国语要安怎读，敢有重要？其实一点仔拢无重要。当然，为着一寡翻译的问题啦，所以咱会想要知影无毋对，啊，毋过其实这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即个汉字就是敢若用伫迄种语文。好，所以咱转来看即条新闻啦，这新闻咧讲，啥物闽南语演讲啦，写即个文字，大家看无即种问题。其实咱家改一个啦，咱甲即内底闽南语改做英语，也是日语，就感觉足奇怪的，是安怎？就是咱若是讲若是即摆英语啊日语是必修啦，这必修若是英语是必修，竟然会考爱考英语的自我介绍，敢有奇怪？无啊，咱学英语哪会毋免用英语做自我绍介？啊，特殊的文字，互伊根本都看无。咱学英语敢毋免学英语的拼音，学英语的文字，当然是爱学啊。啊，你学英语爱用注音符号来写英语的声音，敢有足奇怪？足奇怪啊！你这个注音符号的发明是为着即摆中国语咧发明的，你为虾米爱用注音符号来写英语呢？对袂晓英语的家庭来讲是相当的困扰。其实你袂晓就爱学啊，你会晓讲，当然你会晓讲，你就爱写字、读册写字，这就是来学校的目的。啊，你若是完全袂晓英语，啊，你去学英语，敢毋是拄好？你就加会晓一种语言啊。咱学英语的时阵，大家拢袂去拗记讲，是安怎咱学即种奇怪的符号，咱即个就是哪会甲注音无共款？为什么无人学英语的时阵是用注音咧写的？就是咱会感觉即种语言就爱用即种语言符号来写。
咱就爱学会晓一种语言，加会晓一种语言是一种真好诶代志。但是共款诶情形，咱换做台语，就会真侪人出来靠腰。好，所以评论是啥物？就是讲会晓讲，甲会晓读，会晓写，是无共款诶代志。一个3岁囡仔，伊若是自细汉讲华语诶，伊到去小学进前，伊敢会甲即种语言讲甲介好，伊讲甲无问题啊，大家拢听有啊。啊是安怎？伊搁爱去学校学读册写字，就是爱捌字啊。安尼你才会当用即种语言来学习，你才看有才会当写字。无你就是啥？你就是青面牛啊，就是袂晓字诶人啊，袂晓看，袂晓写字诶人。啊，甲台语嘛是共款啊，咱就算讲真会晓讲啊，咱讲毋免学读册写字嘛是爱啊，你才会当成做一个捌台语字诶人。所以敢有人毋捌学过就会晓字，这是无可能诶代志啊。所有字拢是爱学过，当然讲话嘛是爱学过，毋过讲话你会当伫较自然诶环境，你边仔诶人拢甲你讲，你就会晓，你自然就会晓啊。那毋过写字读册是无可能讲咧就会晓啊，你一定爱去学，你才会晓，爱用你才会晓。所以真侪就算讲伊台语讲甲真好诶人出来靠腰讲诶，我台语字袂晓，这是政府咧学白母，这当然是无道理诶代志，因为你爱去学，你才会晓读册写字。好，佫有一种语言歧视，这歧视是啥？着歧视本土语言啊，歧视母语。你若是英语袂晓诶时阵，大家就讲啊，爱较紧学啦，较紧学了，你就会晓啊。啊，毋过台语看无，台语袂晓，就是讲教这要创啥，这无路用啊。政府咧学白母。啊，有人咧讲啊，伫台湾哪会袂晓讲中文？我捌进前伫像我婚姻这边啊，出去食饭诶时阵，听着边仔有学生咧讲啊，这敢是台湾人，伊哪会袂晓讲中文？啊，毋过你若是共款，你讲啊，伫台湾哪会袂晓讲台文，哪会袂晓台文，哪会袂晓讲台语，就有人讲哦，你这是三文主义，你哪会讲即种话？是安怎一定爱会晓讲台语台文？我就毋是啥物款诶人，我可能父母拢袂晓讲，也是讲我自细汉无讲，所以我就感觉我袂晓讲无要紧。啊，毋过若是即个道理，你哪会讲？伫台湾哪会袂晓讲中文？那这嘛足奇怪，我伫台湾为虾米一定爱会晓讲？好啦，当然，即马是因为伫学校拢有咧教，所以大部分诶人拢会晓，是即个原因。啊，毋过这是无正义诶，因为以前实际上中国语是为1949年以后，政府才开始甲即种语变做是教学语言。以前伫台湾出世诶人，伊自然是袂晓讲即种语言诶，所以即种语嘛，毋是台湾人诶母语嘛，袂当算是本土语言诶一种。好，啊，今仔日即个有关台文汉字诶主题就讲到遮，啊，真好。OK，有人啦有讲一个意见啦，伊讲哦，真侪专家对教育部公布的台湾汉字无认同，像讲啥物字安怎写？对我其实这无共款的人啊，伊的想法可能无共款。其实真网络顶来真侪台湾汉字的专家，因拢有个人有个人的意见啦。有的人感觉即个字安尼写较对，即个字安怎写较对。啊，有一派是在来字，就是因较介意用俗字，即个俗字较侪是。日本时代可能是写歌仔册啊，写一寡册时阵用的在来汉字，甲教育部字无啥共款。啊，另外一派是叫做因想要找本字，就是要找一大堆本字，即个字本字是啥？即个字本字是啥物？伊本地汉字是啥？啊，较无想要用像讲照音的字啊，还是讲混统的字。其实这我拢尊重，就是大家有家己的研究，伊家己的想法。但是我家己的立场，我是较
介意按照教育部的汉字是安怎？是讲，若是咱甲台语换做中语，教育部讲啥，大家都无啥物意见，拢讲啊字典写啥就是啥，课本教啥就是啥，就是有一个政府机关伊愿意去做组织的机关，伊去规定，就感觉啊，这个是一个标准。其实我感觉，我家己的立场是感觉写法就是爱有一个标准，毋管伊的伊是偌正确，其实到底啥物叫做正确嘛是相对的啦。就是我照音的字，我就规定这安尼写就是安尼，字句嘛有真侪混浊啊，这嘛毋是伊的本字。其实日语本地甲汉语就差足远的，所以伊大部分的汉字可能拢是像讲照音啊，还是讲拢是混浊啊。但是大家嘛袂对这支拄拄啊，所以我是感觉有一个机关伊愿意做即种代志啊。其实教育部内底嘛有真侪专家，因嘛是经过讨论以后，规定汉字要安怎使用。当然，我是感觉教育部伤注重汉字啊。那我家己会感觉讲，有诶伊毋是汉字来源诶，也是讲这汉字伤恶写诶、伤复杂诶，其实写罗马字就好啊。我家己较毋是迄种纯汉字诶迄派，我会感觉汉罗难写嘛是袂歹。像即摆诶日语，伊就是汉罗难写。若是咱去看100年前、200年前诶日语，伊汉字诶比例较悬。毋过即摆因咧写汉字诶比例就较低啊，因为伊会感觉讲有一寡伤困难诶汉字，无一定需要，就是我就是记音就好啊，记音嘛有记音诶好处，当然汉字嘛有汉字诶好处，这两个拢有好处啊，所以就是汉罗难写的，我家己是较支持即种诶啦，我较无要意讲即个字到底是毋是本字。好，安尼真多谢大家今日来参加。好，咱今日就讲到这哦。好，多谢。